Hello，我叫 Sammy 啊，今日可以跟我一齊睇下 VA 一日工作嘅流程。我哋今日第一個證就嚟咗，咁我哋就會轉頭出去簡單咁樣初步問一問小動物嘅情況啦。清潔好重要㗎，所以我工作之前都會清潔自己雙手，保持個人同埋寵物嘅衛生。有冇屙嘔嘅情況？好啊，轉頭同醫生報告返。小動物入去見醫生之前，我哋都會喺出邊磅咗重之後就可以入去見醫生啦。哇，先好先。咁我哋帶小動物上去進行抽尿之前咧，我哋會帶入診症室啦，咁協助醫生去做一啲簡單嘅身體檢查，例如聽心肺啊、量體溫啊，同埋檢查皮膚咁樣嘅。我哋除咗協助醫生進行診症之外，都要兼顧前台嘅工作嘅。咁例如接電話啊、進行登記啊咁樣。咁我哋亦都需要幫零售部去進行一啲嘅執貨咁樣嘅程序嘅。OK， 好啊，唔該。咁就啱先透過電話就同醫生 confirm 翻，可以同貓貓進行抽血嘅。我哋啱先就幫貓貓抽完血啦，咁依家就同佢驗血，咁轉頭個報告出埋就可以同個主人傾埋佢個麻醉風險啊，睇下佢適唔適合做麻醉嘅。咁我哋而家為醫生準備定間手術房，轉頭為貓貓進行注入手術。我哋要幫醫生着翻個手術袍，製造一個無菌嘅手術空間。完成咗一日工作，終於有機會可以坐低飲啖水啦。作為一個稱職嘅 VA， 梗係要兼顧每一個環節啦。雖然好忙，但係咁先至係專業㗎嘛。多謝你哋陪我完成一日 VA 嘅工作。